我8年前就有患過腎癌，長到超過6厘米咁大嘅一個腎癌，然之後左腎全切。咁然之後現出嚟嗰陣時現出嚟嘅嗰個 femoral grade 咧係4，係最 aggressive 嘅一個 grade 嚟嘅。咁然之後跟住醫療咧切咗之後，慢慢即係冇復發啦，5年冇復發，咁我然之後就以為冇事啦。咁點知一年半前24年嘅7月份，我突然之間呢隻手唔喐得，癱瘓咗，突然之間唔喐得，然之後好痛。然之後我去睇神經科啦，咁睇咗幾個地方都 check 唔出咩事。佢哋有個手術咧，就想攞啲組織出嚟驗啦。咁界呢度一路界到脊椎，攞咗啲 tissue 出嚟，但係都揾唔到咩事。後尾佢哋話一定要用一個好高危嘅一個手術，係4級嘅手術，就撬開2節脊椎啊！睇下入邊點解會壓死咗呢個嘅神經。咁撬開咗，嗰個手術都要成10個鐘，全身麻醉然之後完全唔喐得嘅，係成個人。咁然之後咁就做咗10個鐘之後，咁然之後出嚟確認係復發，而且入邊嘅腫瘤係非常之棘手嘅，係冇辦法手術㗎啦已經，而且有成5厘米咁大。而且嗰啲蔓延已經影響轉移啊，到由第一節頸骨一路到胸骨第2節9節嘅脊椎，咁同埋有淋巴嗰啲轉移嗰啲嗰陣時佢3個醫生都話我呢隻手冇可能喐噶啦，呢有個醫生後尾話可能3個月，嗰陣時我就話即刻偷走出醫院啦。去辦遺囑啊！因為我諗呢個唔得啊，一定要搞掂，即係呢度即刻偷走出去辦遺囑。咁然之後好彩我即係同事將我病情講俾Danny 啦，然之後 Danny 話我一定要幫你同教會嘅一個團體一齊幫你祈禱。然之後佢開始幫我祈禱啦，咁開始醫治咯。咁醫治咧就用好多唔同嘅手法，係多管齊下，咩靶向藥、免疫同埋放療，即係電療。然之後又有啲維他命中藥乜都落去。到去年2025年嘅9月份到10月份，我就再做一個 scan 啦，發覺嗰啲個癌個腫瘤就冇再成長啦。咁然之後啲骨即係雖然有骨質疏鬆，咁亦都冇開始蔓延，但係仲喺度嘅，即係仲有個腫瘤喺入邊，喺個脊椎管入邊。咁然之後我隻手都唔係咁喐得咁多。咁然之後上年12月。醫生話，因為每1年要我做一個成個身體嘅一個 scan， 睇下身體其他部位會唔會又有蔓延，又有嗰個轉移。咁成個 full body 嘅 PET CT scan 係最精密嘅一個 scan 嚟。咁做咗之後，做嗰陣時係非常奇怪一件事發生，就係即係我就嚟入架機嗰陣時，突然之間我諗起，聖經入邊話有個女人掂咗耶穌嘅衫，然之後佢覺得佢會 cure， 之後佢真係即刻 cure， 然之後我諗起嗰個諗起呢個，咁我就有信心主會救我啦。咁然之後真係好奇怪，咁突然之間有諗，即係突然之間會有個諗法，就係諗到一個好似有個聲咁樣，佢話因為你信 ，it's okay。咁然之後我就覺得我心臟
就突然之間跳得好快，可能激動，係咯。之前做 MRI 或者嗰啲做咗好多次啦，都冇呢啲咁嘅情況。咁然之後嗰個咩好激動，然之後成個身體會好暖嘅，發暖嘅，暖成個身體發暖。然之後我同埋會震嘅，即係控制唔到自己。咁我就嗰陣時仲驚係影響到嗰個 scan， 所以係一路嘗試控制。今日 scan through 咗啦，咁之後攞到個報告咧係好神奇嘅。之前都見到有個 tumor， 有嗰啲轉移啊嗰啲地方，佢係完全冇晒哇！真係好多謝上帝，因為係完全冇晒癌嘅一個 activity， 係CCR 叫做係啊，即係臨床全部治癒之類，係呢個係真係好奇妙，係啊，所以感謝上帝，感謝耶穌，感謝爹哋，感謝你哋，多謝晒。唔係醫生都講你個手話原本話你個手係完全係喐唔到啦嘛，係嘛？咁而家呢個狀況手狀況，佢有3個醫生，因為我手係喐唔到嘅，我睇神經內科、神經內科啊，同埋嗰啲物理治療師啊，嗰啲有3個醫生都話，我嗰陣時已經半脱臼添啊，即係冇晒啲肌肉啦，差唔多，完全喐唔到，冇晒肌力。啲神經死晒，然之後冇晒肌肉，然之後半脱臼可能會甩啦。佢話你再咁樣，係啊，咁啊，所以然之後三個醫生都話係唔會好快噶啦。然之後要我買嗰啲特別嗰啲手托，一路去到邊度都要瞓覺都要托。而家點啊？而家你睇，我頭先同佢握手好有力㗎。係啊，而且佢嘅恢復其實比一般嗰啲中風咪都要差唔多3年長翻嘅。我一年咁樣就你就好似咁樣，又完全唔得。感謝主啊！好奇妙！哇 ，Stephen 你呢個真係一個神蹟嚟㗎。係啊，真係嚇，我哋 Stephen 今日信咗耶穌。